今仔日是五一节，台湾各地头拢有无共款的食粽文化。不过伫中华鹿港呢，这五一节除了食粽以外，阁爱食煎茶，这是鹿港才有的五一节点心。庙埕前志工分做2排，一卡一卡甲调味好的米粉糊落立鼎煎，民众嘛排队等要领伫五一节的鹿港才食会到的煎茶。食煎茶是咱传统吼。五月节的迄个一个习俗啦，所以我逐年拢会带我的囡仔来遮摕煎茶食啦。我国小3年离开鹿港，逐年拢倒来回味一下。鹿港食煎茶的习俗，民间相传是因为女儿补天的缘故。另外，嘛有一种讲法，较早善食人无肉粽通食，善心人士就用简单的食材做煎茶，发予民众。尤其伫端午节。前后呢，伊就是一个梅雨季节，咱的老祖先就效法着女娲炼石补天，用着这煎茶来拜天，就是咧补天，希望天公伯唔免阁落雨，互因会当庆丰收。煎茶的原料简单，用米粉糊来做，咸的加韭菜、豆菜加虾米，甜的是蓝土豆粉。为咗表示社区伫五一节拢有免费提供煎茶，予民众体验鹿港在地的古早味点心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